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各位与会嘉宾，毕业典礼将于1分钟之后开始。向日葵学园第22届毕业典礼开始。首先由庄孝胜牧师与陈信惠牧师带领向日葵学园全体学生入场。庄孝胜牧师带领全体学员入场。请庄孝胜牧师致欢迎词。感谢所有的贵宾还有家长，谢谢你们今天来陪伴
4个毕业生的毕业典礼。生命的成长是不简单的事情，无论是当事人或者爸爸妈妈或者老师，生命的成长需要有很多的帮助。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虽然4个毕业生当中有一个缺席，我相信那个毕业生他也希望来参加，但是因为他的精神状况是有一些压力跟困难。这是我们第22届21年多的这个一个服事。这群孩子是上帝自己带进来，在这21年的过程当中，有足多在座的师长贵宾一路的陪伴所以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学生带着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我在等待带他们进来之前，我徛在那个门的中间，3个毕业当中自己在对话。一个他说快要脱离苦海了，那另外一个说不是啊，是很快乐的事情啊。其实孩子他们在学习，在感受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多谢咱大家今天来参加，因为各位在座的师长跟贵宾，你们的陪伴，你们的鼓励，使这一群孩子他们从跌倒重新再爬起来，也不一定跌倒。或许在他们遇到困难的过程当中，他们停顿下来，在寻找下一个踏脚石在座的各位贵宾跟师长，大家就给他们一些鼓励所以我代表所有的学生，不论是在校生、毕业生，跟所有的我们的工作团队，向各位对心中深深的感谢。那么是大家会帮忙，这个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县府很早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没有开始推动这一个护学专案之前，其实在彰化县那时候并没有这种类型的护学的这种计划。第2022年年底刚好有2个单位就承办了彰化县当时的教育局，我有幸能够做这个工作。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工作，也谢谢一路走来有真多让不同宗教、不同社会背景，也不同的社会的角度的辅导者让这会做这个工作仅以深深的感谢，所有在座的贵宾，给您说多谢，多谢您今天来欢迎。特别我嘛要跟在座的妈妈讲辛苦了要陪伴孩子成长。人无人出世都也要做父母都是量力而为，也尽力而为。上帝祝福你这些家长，你们的孩子将来更好在他们遇到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陪伴他们带着祝福生命当中有一种最重要的力量，叫做盼望在德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一个叫 Paul Tillich他的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的演讲，他的题目叫做 The Right to Hope， 意思就是有权利去做梦，有权利去追求盼望。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因讲 Hope in Action， Action in Hope， 带孩子在盼望的当中向前走在向前走的时候，他们知道盼望在前面等着他们。谢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毕业礼拜，谢谢大家，多谢。马要谢谢今天的主持人廖慧玲主任也是我还没有向日葵学院之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一起关心在学校里面的弱势的家庭的孩子他也成为我们长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志工也一路的陪伴每一届的学生那谢谢主任今天担任我们的司仪，谢谢。介绍与会来宾，我们请淑荣主任介绍。好，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来宾，彰化县教育处的陈威荣科长，张静怡老师，中辍资源中心的胡维君老师，还有社会处的林佑兴督导。
苏婷如社工，地方法院的魏林慧，关护人，还有校外会的林佑成教官，还有他们整个教官，校外会的教官，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们，或者是春晖志工，春晖志工，好，谢谢。好，自杀防治中心的曾关怀员，公所的秘书庄秘书。学资中心，我们的很好的伙伴，心理师赖宏伟心理师，曹文新心理师，谢志先心理师，纯心有吗？好，竹塘国中的我们很好的伙伴，竹塘国中的辅导主任刘志伟主任，胡伟云老师，还有彰泰国中的何怡玲组长，叶宇竹老师，园林国中的李国凤主任，曾秀芳老师，严宏光老师，草湖国中的主任，那在路上哈，好，鹿鸣国中的赖老师，赖香茹老师，大成国中的主任许欣欣主任，好，信息国中的主任，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西洋国中的黄嘉玲老师，西周国中的邱小韵老师，丰原国中的苏婷玉老师。穷人医护专科学校我们的好伙伴吕文倩主任，我们教育处的退休督学陈淑梅督学，OK， 陈阳的陈正雄主任，喜乐保育院韦恩组长，你们的团队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个后面是婷玉老师，好，接下来是春晖爱幸福协进会的陈三明理事长带着他们整个团队，还有那个督导，还有他们整个团队，让我们来谢谢他们，还有我们的彰化县儿童少年关怀协会的理事长吴理事长，还有肖秘书长。关护协会的有过来吗？关护协会，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们，谢谢陈荣贤先生，还有李梅竹小姐，好，谢谢二林教会的吕青松，还有黄长光姐妹，哇，他们一直陪伴我们，给我们孩子是社区服务还有报佳音最玉雪长老，我们的毕业生念念不忘，一定要看到玉雪长老，还有我们整个向日葵学院的老师，请站起来，让我们有的在后面忙有的在后面忙，今天请你们一定要留下来。我们刚刚有的在后面煮饭好，还有没有我没有介绍到？还有我们的家长，我们家长可不可以都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们？你们真的好棒，站起来，来，家长，我们向日葵学院的家长群最支持我们没有，太不好意思了好，我们还有我们的县议员洪腾明助理，杨子松，杨子松助理好，那等一下如果有陆续进来的贵宾，我再陆续的介绍。更感谢各位贵宾的与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表演活动。首先是请全体同学上台。
我们要合唱，曲目是《神的孩子》与云上太阳。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赖小涵同学钢琴伴奏，我们的指导老师是刘文倩。那第一首就合唱。好，那我们先唱《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希望我们不要沮丧，要努力向前，别放弃。神会在天上看顾我们，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由那个赖小涵同学来伴奏，然后呢，全体同学呢，要合唱《云上太阳》，指导老师是刘文倩老师。
毕业感言，陈品涵同学。各位长官、师长、来宾，大家好，我叫陈品涵，这是我已经来的第3年了，也是我在这里的最后1年。终于我可以在这里毕业了，我很感谢这里的主任和老师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就是给予我帮助。然后我也谢谢我原校的辅导老师，也是一路的支持，一路的陪伴。也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谢谢大家。接着呢，要继续表演合唱，《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由陈品涵同学钢琴伴奏，刘文倩老师指导。
接下来由全体同学合唱《脚步》。毕业感言，赖小涵同学。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赖小涵，我进来向日葵已经1年多了。或许这1年多对大家来说不是很长，可是对我来说却是非常的煎熬。我很想感谢我的原学校的研班导跟我的辅导老师，他们无论是下大雨或是出太阳，他们都会来看我。尤其是我的辅导老师，他每次来看我，都会从一大早就从社头骑机车来，而且还会带吃的来给我。接下来，我想谢谢这里的学员老师跟主任，平时我都很常跟他们顶嘴，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谢谢大家。接下来，全体同学要合唱《今年夏天》，指导老师刘玉明老师。
我接下来先介绍一下与会来宾：校外会的林佑成教官、卢许成教官，还有林教官，二林高中的林教官，信息国中的主任，好，信息国中主任，还有在后面啊，谢谢啊，还有自杀防治中心的曾关怀员。毕业感言，李雅怡同学。各位长官、来宾、师长，大家好，我叫李雅怡。我进来向日葵已经1年多了，在这里面我学习到了很多生活技能，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许多。然后，首先我想感谢的是这里的所有老师，教导我们许多知识，帮助我们很多事情。然后再想感谢的是原校的辅导老师跟主任，他们总是在帮我很多事情，然后每个月都会来看我。然后也祝我们今年毕业的毕业生可以在下一个阶段更好，谢谢大家。陶笛合奏，曲目《黄金风车》，指导老师肖如林老师。
毕业感言，我们请元珍的妈妈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各位长官好，然后因为我女儿关系，所以她没办法，所以很高兴她可以从这里毕业。谢谢大家，谢谢向日葵的主任跟老师。谢谢，很棒，给他们鼓掌一下。妈妈非常的努力哈，也有很多人在旁边的陪伴。各位来宾的一个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着你，你的恩典。
接下来我来介绍我们的几位毕业生哈。后面有黄信杰，现在在黄信杰，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跟李主任一起来哦。他现在是在崇仁医护专科学校餐管科1年级哈。我刚刚跟他说2年级，他说没有，老师我才刚1年级呢，给他鼓掌一下，他好棒哦。我们还有一个毕业生啊，他在路上哈，他等一下有一个。要给我们毕业生的一个祝贺的话语哈，林嘉文今年从崇仁医护专科学校毕业哈，然后他等一下就会进来了。还有一个德东，就是去年来演奏的那个德东哈，哎，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吴佳宇，给他鼓掌一下。我要特别介绍他一下，他毕业，他是明星科技大学。他一路上真的是很努力的，半工半读，永不放弃，而且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有工作的机会，他都坚持不放弃的哈，他很棒。等一下，他有跟嘉文有写了一些祝贺的话语，要给我们的毕业生哈，我们给他鼓掌一下。好，哦。这个是嘉玉写的哈，他说，如果没有到向日葵学院，我人生应该不一样哈。然后，我孩子啊，学长跟你们说，国中毕业只是一个分水岭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前面怎么走，请你继续升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人事物，一定有不同的结果哈。好，给他鼓掌一下。OK， 所有的选择权都在你身上。老师讲太多，都是在你的身上哈。接下来嘉文，他给毕业的这些学弟妹的祝福，他告诉你们要勇往直前，而且嘉文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他跟我说，我还在路上，我还在停留在刚刚的哈。他很棒，今年从了医护专科学校毕业哈。他告诉这些学妹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哈。我要说，这些孩子真的是很棒，软弱的变刚强，并有能力啊。神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他们得到很多的爱跟支持，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哈，给他们鼓掌一下。毕业光碟。
好，接下来请那个主办单位跟那个贵宾致辞，给毕业生勉励跟祝福。首先，我们请向日葵学园的庄孝胜庄牧师。在座的3位毕业生跟毕业另外一位没有来的元真的妈妈，恭喜你们！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好，拄则我甲咱在座贵宾说多谢，今摆用我甲因3个讲几句话。哈，牧师希望你们学到一个快乐的功课。有一些功课是在学校学，有的功课是在你的生活内底来学。牧师在你们毕业之前，最后牧师要甲恁讲几句话，就是要快乐。伫咱的真侪老师中间，拢有人安尼咧教囡仔讲，要幸福一辈子。所以这些老师拢问2个基本的问题：我快乐吗？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不快乐，我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快乐？牧师用这个喜乐为主题，幸福为主题，上互恁伫毕业之后，伫恁将来人生中间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安静下来祷告。伫恁要毕业的时候，真侪人送恁礼物，牧师要送你一份礼物，不是物质上，是一个从心里面的祝福。恳求上帝赏赐恁一个天使，在你们一生的旅途过程，有一个快乐的天使，甲恁做伙。再多的老师、爸爸妈妈，我们要陪这群孩子。今仔日不是结束，因为今仔日有看到阮一挂毕业生他们回来，当时因伫这个所在成长，其实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他们今天能够走回来，其实更奇妙。在2400年前，有一个足出名的西方的老师，伊的名叫做苏格拉底，伊写一本册叫做《幸福》。后来全人类足侪咧讲心理学，还是讲品格发展，拢谈到这个主题。因为人活伫这个世间，上要紧的除了追求宗教信仰以外，除了追求一个人生的成就以外，最重要的目的足简单，就是我要获得快乐。苏格拉底是一个伫西方世界内底，差不多是几乎是第一个，也是讲真用文字来讲到幸福这个方法的一个人。伊基本上伊讲一个问题，就是要快乐的人心里面要有一个快乐的灵。伊用一个希腊文的字叫做 eudaimonia，eudaimonia，eu 就是希腊文的 good，daimonia 就是 spirit， 就是讲人的内底要有一个好的天使住在里面，他才会快乐。牧师要甲3位毕业生提醒讲，在你们的心里面有3个朋友，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情绪，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欲望，另外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想法。我说过讲一概，在你们的生命中间有3个朋友，他会陪你一辈子。第一个就是你的情绪，第二个就是你的欲望，第三个就是你的想法。这3个朋友有当时会跟你讲好话，有当时会跟你讲歹话。你要学习做情绪的主人，因为国中毕业以后，等于当大人，所以你们要学习做一个成熟的自己的主人，要听你的情绪讲话。你快乐的时候，你要问说：“我为什么快乐？”我不快乐的时候，你可以听听看，为什么我不快乐？你若稍微用一点点的时间，几秒钟，那个冷静倾听的时候，你的情绪就能够被安抚、被控制。第二，你的心内有一个朋友，伊的名叫做欲望。有一句话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牧师要跟你提醒，所有的想望不一定都可以。你看到一个足水的包包，无人伫遐，你就是讲，我拿了以后没有人知道。这种的欲望是不好的，所以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叫做情绪朋友，有一个叫做欲望，还有一种叫做想法。正确的想法会让
他的生命会往光明走。不好的想法、负面的想法，牧师要跟您讲，你们3个毕业生在场的毕业生，你们都很漂亮。牧师不是只有赞美你，你们有外在很好的图像，但是有一个功课，就是在你的生命中间，你要永远觉得你是漂亮的，是可以成功的，是可以有价值的。好，在你们毕业之前，牧师送给你们一个看不见的幸福，它是一个指标。牧师为你们祷告，常常回来。你若有什么问题，牧师愿意跟老师一样的陪你们聊天。你可以问牧师说，牧师我为什么不快乐？牧师要如何才能够快乐？你的爸爸妈妈也一样。牧师祝福大家，祝福你们3个、4个，包括元珍妈妈，也跟他说，牧师今天有祝福他。上帝赐给你们一个好的天使，永永远远带着你的心来。这个天使就会跟你的好朋友讲话，这3个朋友就会成为你的帮助。上帝祝福你们将来所要走的道路。借着这个时间，再一次谢谢在座真多，包括2个乡长，洪湾乡的乡长，阮德长乡的乡长，阮德长乡的代表会，甲阮社区的理事长，过去的理事长，拢是足好的朋友。等阮向日葵学院有缺乏的时候，因拢会斗相共。包括慈航公啦，是遮足侪慈善团体，伊拢会问讲牧师，阮是亚乡的，你是基督教，阮遮的物资，唔知恁会介意讲，阮送去互恁的时，恁唔知会介意袂？在座遮囡仔是咱大家共同的，咱做伙听伊，咱做伙陪伴因，伫遮再次甲咱感谢。我特别要感谢一个，我拄则讲无到的，就是坐伫上后壁甲一个督学，是对第一天就陪阮向日葵是督学，你徛起来，你免看别人啦，就是你啦。伊应该是向日葵学院的推手哦。等阮开始写方案的时阵，一直甲阮开始督学，一直拢伫是阮伫背后最大的支持的力量。伊退休了后嘛，一直拢没有断掉我们跟学员的这个陪伴的工作。搁一次代表这个学员历届的毕业生，甲咱在座讲感谢多谢有你们真好。希望台湾将来囡仔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的骄傲今仔日有几个毕业生得来，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谢谢大家，多谢。请彰化县教育处陈威龙科长给毕业生勉励跟祝福。庄牧师还有乡长，还有张主任还有我们与会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还有各位老师，还有各单位的代表，大家好，大家午安很荣幸能够代表县长来参加我们向日葵这么温馨又隆重的毕业典礼那首先呢，要代表县长恭喜我们4位毕业生今天正好有1位毕业生身体有点不舒服，没办法来恭喜他们顺利完成国中阶段的学习那即将迈入下一个崭新的阶段那同时呢，也要非常的感谢我们学校的师长们，还有我们学员的老师还有各机关各协会的代表你们的协助让我们这群学生不管在学习或者是在品性上面能够日益的精进那我最近呢也听到了一句话，觉得蛮不错的想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他就是非常有名的 AI 教父也就是黄仁勋那他也是辉达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那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承受磨难那成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各种的挫折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的去克服、去努力才能稳健的踏在这个成功之路上那因此呢，也期许各位毕业生跟各位同学
在往后的学习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勇敢的迎接这些挑战，不要轻言的放弃。相信各位在各行各业上面都一定能够闯出自己一片美好的天地。那以此跟大家分享跟共勉。那最后呢，也祝我们所有的毕业生鹏程万里，祝与会的所有贵宾心想事成。谢谢大家。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请出列，请依唱名序出列。竹塘国中李雅怡，园林国中赖小涵，彰泰国中陈品涵，鹿鸣国中薛元珍。那我们请竹塘国中的代表主任来帮我们颁发毕业证书给竹塘国中。这个是他自己，等一下哦，还没有，主任要跟你说一些勉励的话语。这个是他自己做的作品哈，给他鼓掌一下。好，谢谢。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勉励了，这样哦。我本来是打算请我们的专辅老师上来讲话的哦。我 Q 他，他会很紧张哦。好，首先我代表竹塘国中哦，非常感谢我们向日葵学园的伙伴们帮我们照顾雅怡啊，这个不要笑，在他这3年那个正值青少年狂风暴雨期那之前主任说希望我跟他勉励我想了一下想很久，真不晓得要勉励什么，最后不要笑，最后我想到了主任希望你也希望我们的毕业生，你们要学会真正的叛逆。你可能想讲，我逐天拢在叛逆呢，拢无咧插老师、插阮老爸老母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那个叛逆是太 low 了。你不要笑，你那个叛逆是那种很 low 的不理人家的，然后人云亦云式的叛逆哦。真正的叛逆，你需要具备2种能力，第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哦，那你必须脑袋要装点东西，然后才会帮助你做出最正确、最适合的判断。第二个能力，你要与人家沟通的能力，你要说服人家的能力。你今天选择叛逆，不依照人家的一个规定，不依照人家的指示去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道理，你必须要说服人家，你要培养沟通的技巧。OK， 那如果你具备这2种能力，你们也是主任会恭喜你们。我们试着可以来一下真正的叛逆看看，爽度破100，而且你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但是你有可能遇到挫败、失败的时候，但是不用担心，具备这2种能力，你永远知道你人在哪里，你永远不会迷失你的方向。OK， 以上是我的一些分享，谢谢。的学校代表来颁发毕业证书，请你们的团队也可以出列啦。校长，校长。
现在我们校长，黄仲平黄校长。哇，满满的祝福哦，给他们鼓掌一下。好，请老师一起拍张。好，园林国中要不要给我们小韩一个勉励？好啦，突然被 Q 上台，有点紧张啊，也不晓得要讲什么。好，那我只能说，我们小韩呢，当初是一时的迷惘，嘿，就是人生的路上有时候会想不清楚，然后走错路这样子，然后就过来了。那过来这边，我很感谢我们向日葵学园的老师，嘿，因为一开始他不是很稳定。嘿，没有办法那个正常的来跟其他同学一样，但是呢，就是在大家的爱与鼓励之下，嘿，我们小韩就是终于毕业了，而且这1年来非常的稳定就学这样子，嘿，所以非常的感谢。那我们还是要勉励一下小韩哦，就是未来的路上呢，也是希望他就是能够以在向日葵学园所得到的爱与鼓励跟支持，然后一路积极向上，嘿，积极向上，然后希望未来他可以那个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嘿，谢谢。谢谢组长。哇，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竹塘国中的黄仲平校长哈，好，要不要给我们我们的毕业生给他鼓励一下哈，双份的祝福哦。我们李同学哈，那张主任、各位来宾哈，大家好，不好意思，因为国小哈今天都毕业典礼，所以跑了学区国小，最后再来这边。好，那李同学啊，我真的讲哦，在学校时间看到他的时间不多，因为定请假，啊我跟阮主任咧讲啊，要安怎互伊较会晓来，较爱来学校。啊后来我们谈一谈，刚好向日葵是。也在竹塘乡哈就近，啊主任他们老师他们就带李同学来看看他喜欢，终于顺利毕业了哈，我们也很高兴。好，那也希望说他未来哈可以升上自己想念的学校，好，然后自己再走他的一片天。哦，真的我们都很鼓励在国中阶段多探索自己好的一个性向跟兴趣还有专长，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未来发展自己的路。刚刚也在跟科长交换心得哈，我们孩子哈。不光学业成绩表现不错，好，连在记忆方面哈，包括我们的校友今年在高中毕业有4位拿到全国基竞赛金手奖，那他们也要深入他们想念的学校。那还有一位是体育哈，全世界第1名的，也要进中兴大学，然后继续再往这方面再训练哈。那当然功课好的，他用成绩可以升上他想要念的学校。大家都有大家的路，好，那我们也特别。刚刚跟科长在提到，我们学校也跟园农合作，因为我们是农业乡镇，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农可以留在我们竹塘乡哈。故乡有主地哈，到未来哈，无人愈来愈少。好，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社区家长支持哈，所以我们学校今年也是总量管制学校。好，那很感谢大家哈。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留在我们乡下，尤其我们偏乡2林区哈，这乡镇人愈来愈少，人愈来愈老哈，少年仔留伫家。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未来泉源。哎，祝李同学啊，毕业顺利、快乐、鹏程万里，谢谢。彰泰国中陈品涵同学，我们请彰泰国中的代表来帮我们颁发毕业证书。
好，请我们的学校代表帮我们跟他说一些勉励的话语。各位大家好，我是章太国中辅导组长。那么我仅代表章太国中向日葵学园所有的主任、老师以及工作人员致上最深的谢意，谢谢你们。那么该说的话呢，其实刚才前面几位已经都说的很多了，所以我只是有些话想要跟品涵说，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年轻过，谁没有年少轻狂？那么年少轻狂不懂事这个借口呢，我想已经可能只能不能再用下去了。所以以前犯的过错呢，或是以前的不懂事呢，就是昨日的种种已经都过去了。那从今天开始呢，品涵你要迈向一个人生新的阶段。希望你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你在做任何事之前呢，都要再三的考量，然后要谨慎小心，要训练自己就是把自己的能力训练得更好。然后呢，在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到，我会不会让我的家人蒙羞，或者是说我会不会犯了一些社会上不应该犯的错？那如果没有抵触这两个前提的事情，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知道吗？那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向日葵学园跟章太国中永远是你的娘家。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谢谢，谢谢。好，谢谢组长。接下来入闽国中谢元珍同学，我们请元珍的妈妈来代表着元珍来接受学校给她的毕业证书。好，谢谢，谢谢。那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说，我们妈妈很伟大，真的，她真的很棒，我们再给她一个鼓掌好吗？妈妈要加油，我们都在旁边。我是鹿鸣国中的元珍的辅导老师。那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真的不容易，对。就是元珍她其实有很多的梦想，可是她可能没办法那么快的跨出来。所以其实我跟元珍鼓励了很多，希望她可以有自信，然后对自己有一些自信心，然后每天告诉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因素让她在情绪上面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走出来，所以今天很遗憾她没有办法过来。其实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那元珍在一路上这里帮助她的，就是向日葵帮助她的每一个老师，真的都很用心的关心她跟陪伴她，所以真的很感谢向日葵对元珍的付出。对，那我希望元珍在未来高职可以有朝着她的目标跟梦想去迈进。那也祝福就是在场的毕业生都可以毕业快乐，谢谢。谢谢学校。我们其实元珍妈妈跟元珍也都好努力哦。我们的课程一直到7月底才会结束啊，我们给她鼓掌一下，谢谢。颁奖，我们第一个奖是县长奖，我们请威荣科长来代表县长来颁发县长奖，请赖小涵同学代表授奖。好，谢谢科长，谢谢，谢谢。好，第二个奖是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奖，陈品涵同学，颁奖人魏灵慧关护人。好，我们请魏关护人来颁发礼物给我们的品涵同学。哇，带来满满的祝福。好来。
这个包包是他自己做的，一针一线把它缝起来的，花好多时间要给关护人。接下来是乡长奖，我们等一下乡长李雅怡同学代表受奖。雅怡请出列，然后我们的乡长在路上，等一下就来了哈，等一下给他自己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方院乡乡长奖，我们请宝林乡长，他一直从以前就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好，来雅怡。有好，谢谢庄院长，所有的长官，我们的科长，所有长官，所有贵宾，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从方院到竹塘来？在我过去还没有担任乡长的任内，我就经常在向日葵学园。我一直觉得院长跟主任老师们很不简单。这一群孩子，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故事，他们比更多人需要关心、关怀跟照顾。但是很感动，我每次到向日葵学院来，尤其是毕业典礼，我总是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温馨，那一份心灵的平和、感动跟健康。在主的爱里，我们一起带领着孩子成长。我也常常跟晨阳的学员，包括我们向日葵，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他在这里的日子，我们担心的是他毕业以后的日子。他们要回到国中毕业，跟国小毕业不一样，他们要开始面临很多的选择，会去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念哪一所学校。他们回到常规的学校，他们能够适应吗？他们比更多人需要关心跟包容。在那个大熔炉里面，谁会看见他们的存在？所以我发现很多这样的孩子，到高职高中去还是不适应。我一直跟包括县府、包括中央一直在争取，这样的孩子是需要延续性的关怀跟照顾。刚刚科长讲到了，最近王仁勋董事长在台湾掀起了一片旋风。他怎么样从洗碗工人到 AI 教父？我要告诉这些孩子们，他除了有比别人更多的坚持跟勇气以外，就是他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总能掌握时代的脉动，他总能掌握住每一个机会。但孩子们，将来你们在选择，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当你心存善念的时候，你的选择多半都会是正确的。人生本来就是风风雨雨，但是你不要担心，遇到事情也不用伤心，因为你的行囊里装满了这么多，包括爸爸妈妈，包括院长、老师、主任给你们的祝福，你们一定要放心去飞，勇敢去追，去追寻属于自己更好、更美的一片天空。我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未来鹏程万里。记得，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回到向日葵来，记得老师、主任、院长是你最温暖的怀抱。我也祝福现场所有的嘉宾们，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是彰化县校外会长，我们请陈品涵同学代表授奖，请林佑成教官来颁奖。来跟我们说一些勉励的话语。好，周牧师好，主任好，以及向日葵学院的所有们老师们，还有我最敬爱的给我很多的指导与关怀的我的前督导谢凤娇督导以及各单位，大家好。那我是彰化县校外会的林佑成助理督导。那其实看到3位同学品涵、雅怡跟小涵毕业，还有一个元珍毕业，其实感触很多。再包括看到最后面的我们去年的毕业生信杰，其实看到这些学生能够有这样子的成就，在一路陪伴着他们走过来的校外会，以及大家志工伙伴们，我们其实感触非常多。我举我的例子哦，我在第一次进到学院来的时候，同学们不认识我，看到就跟陌生人一样，就这样走来走去，就这个样子。那我回去又回去了。到了第2次、第3次，我一样，我要离开的时候，居然有同学说：“教官再见。”然后我就听到，哇，那一声教官再见，就是我当时就最大的感动了，就最大的感动了。那我记得，其实我看到孩子们啊，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付出了多少孩子身上，永远都是会有回馈，只是说这个回馈是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发生。那但是其实都是有它的会累积的。在这样子的过程啊，像第2次的时候，我们曾经带着他们一起活动，那一次活动非常的艰难，跑去凤凰谷鸟园，那顶着大热天走了2个小时，没有给孩子们吃东西。那我记得沿路孩子们就说：“教官，我好饿啊！”然后就跟主任说：“主任，我好饿啊，我没力气了。”但是主任苦口婆心，一直鼓励，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到最后孩子们真的就是走了2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开始很快乐的在那边吃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得到孩子们的坚持跟努力。刚刚小涵跟刚刚品涵看到这个数字化，又是数字化，这个其实我也是要鼓励孩子们的一个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化这么大一幅，每一个数字在里面，有些是小点的，你必须要马上换颜色。那个一幅画画起来，可能不下一两个月，可能才能够画完。但是这样子的数字化，孩子们在过去跟主任说：“主任，我很喜欢画画，我一定要把它画完。”其实我在给他们这个礼物的过程，校外会在挑选这个礼物给他们的过程之中，当然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到东西，能够有所坚持，但是他们也不负我们的苦心，也不负众望的让我们看到学生们的坚持，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为了某一个信念去做他们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到最后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完整。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同学们是随便画画，不是，每一幅画画出来都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都是非常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在这边。那当然除了这个认真坚持之外，孩子们也有贴心的一面。品涵呢，从校外会也认识我，这3年中我跟他认识算蛮久的，我对他一直也给予很大的期待。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也非常的努力认真，但是他也有很贴心可爱的一面。2次来校外会报佳音，第1次我准备披萨给他吃，第2次我准备披萨给他吃，每次都是一样的披萨。第3次他说：“教官，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吃披萨了？我要吃肯德基。”我说：“好，那给你吃肯德基。”我觉得孩子们很贴心，而且很活泼，他愿意跟你讲。当他认同，当他觉得说你有在关心他，他就会把他最好的表现出来。我很开心，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雅怡跟小涵之前来学院这边，教官，我们那个餐盒可不可以吃其他的东西？当然可以啊，孩子们想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对，但是
这样子的状况是，其实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孩子们，其实师长们、大人们、各个关心你们的人，我们都会关心你们，但是有时候你们的需求要表达出来，大家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在这个毕业的过程中，未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们也是要把这样子，有什么事情心里想什么就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关心你们的人永远都在。好，那在最后，其实也是想要勉励同学们，那也是告诉我们家长还有我们的师长们，就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明珠啊，都是一个明珠，那也都是天上的繁星，只是目前还没在闪烁，但是这个闪烁要吸收足够的光和热，现在已经快开始了。那教官可以预见到你们未来的一个成就啊，以及未来的蓬勃的发展。那我也要代表校外会，那祝福各位同学在未来之后能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然后展翅高飞。好，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是春晖爱幸福协进会的纪念毕业册，我们请陈三明理事长来颁奖。那我们请赖小涵同学代表受奖。请理事长来跟我们说一些勉励的话语。我看到我们今年的毕业生那么多人来祝福，那我们彰化县春晖爱幸福协会，那么跟我们校外会的春晖一样的一直都在做陪伴的工作不仅仅是在我们向日葵学园，在纯阳，还有在这个我们的县府，还有一些为就学、为就业的这个部分。那哪边有需要我们春晖服务，我们就会到。那么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张主任，还有我们教会这边这么多年来愿意让我们信赖我们，让我们进到我们的学员来做陪伴的工作这当中每生日我们都来，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反毒教育工作。那么特别刚刚送了这一本这个纪念册，我们也行之有年就是这个把这个我们在学员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印记，那么特别我们拉到户外去拍摄，让大家能够留下在学校的这个毕业的一个纪念的这样一个身影那么以此来祝福我们向日葵的孩子们，那么在走出这个校园以后，这个鹏程万里，然后能够发展出你这非常开阔的这个人生生命历程。那我是不是邀请我们所有春晖的粉红的这个团队来拍个照，好不好？好，谢谢，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好，我们希望拍个照，你们能够永远记得我们，好不好？谢谢。好，谢谢理事长，谢谢你们的团队。接下来，彰化县关护协会，我们请李雅怡同学代表受奖，请关护协会的代表来帮我们颁奖。大家好，我谨代表我们竹塘乡农会以及我们彰化县关护协会，祝福我们的毕业生鹏程万里，也祝福在座的贵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
接下来，彰化县儿童少年关怀协会，我们请陈品涵同学代表授奖。我们请吴田英理事长来颁奖。各位贵宾，然后老师，然后还有同学啊，大家好。这些同学即将毕业，那首先我们就是先祝福他们要即将迈入人生的另一个旅程。那各位同学其实都非常优秀，那他们在这边给这里带来了那么多的活泼朝气跟欢乐。那我们也感谢这里的各位师长，他们无私奉献，然后真的是一路陪伴我各位同学的成长。那向日葵是一个代表阳光跟正向的花朵。那我在这里就是说，希望各位同学未来都可以像向日葵一样面向阳光。那无论未来遇到什么风雨，都不要忘记在这边学到的智慧跟勇气。那即将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这不是结束，这才是开始。那所以在这边勉励各位同学，未来要一步一脚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好，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不是竹塘乡的乡长奖跟村长奖，还有我们的乡代表的副主席奖。我们要请我们的最好的邻居戴令仪理事长来帮我们颁奖。好。理事长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鼓掌一下。大家好哈，这个张主任、咱庄牧师哈，各位咱的长官啊、校长，大家好，我是社区的理事长，是为93年哈，可能咱向日葵开始创业的时阵，我甲伊陪伴一路走来吼，咱隔壁才有一个公园哦，德源社区的公园吼，以前是文化部哦。是我做理事长的时阵，甲咱庄牧师吼共同努力吼，落去经营落去做，迄阵就是讲有一个愿望，就是讲咱用起来了，会当互咱向日葵学院吼作为体育课的时阵，会当伫公园内底运动。嘛，咱嘛拢牧师嘛拢付出真大，就是这个围墙彩绘，甲内底管理吼，甲这篮球场的一寡使用啥吼。伫遮拢互这个咱向日葵学院的学生会当享用着安尼吼，这嘛是阮最大创立的目的安尼。伫遮感谢各位吼，我嘛家己有一个孙吼，嘛今年高中毕业安尼，伫台中安尼，袂当去参加。我嘛是咱高中的前会长，伫遮校长伫遮嘛真歹势，我嘛无去参加高中的校长的典礼吼。这段故事我嘛是做家长会长。我嘛无去参加，今仔日特别来参加咱向日葵学院，就是厝边啦、近邻啦吼。我伫隔壁开这个华丽快速冲印店，伫遮开相馆。咱的遮的学生嘛是拢有去我翕大头照、证件照安尼。伫遮真感谢吼，会当甲这个咱向日葵学院一路走来吼，始终陪伴，多谢各位，谢谢。谢谢理事长，那我们最好的邻居哈。接下来是巴哈音乐教室。台中韩国教会牧师喜乐爱加倍庇护工厂廖慧玲老师、谢桂芬老师、高兆良老师、春晖志工团的荣誉团长陈美玉老师哈，因为奖项太多，我们一次把它颁哈。我们请
我们的崇仁的医务专科学校，我们的很好的伙伴的学校，吕主任来帮我们颁奖。我们请我们的社区李雅瑜同学你们大家一起好了，一起，好多东西哦。好。谢谢有，好，好，谢谢，要给李主任哦。好，谢谢吕主任，主任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语？我们在座与会的贵宾，然后我们的牧师，然后我们的主任，还有在座的老师们，大家午安哈。那我是代表崇仁医专来到这里哈。那其实我们常常代表着校长，然后去参加很多场的毕业典礼。可是这是我每次来参加向日葵学院的毕业典礼的时候，都深深感受到这里学院的学生很幸福哈。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都是带着满满的祝福来祝福他们的哈，不是像我们那种跑跑场然后就离开的那一种情况哈。所以其实你们要知道说，这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爱你们的。那刚刚其实方院乡的乡长也有提到说，最害怕的是他们去到学校，回到真的学校的状况的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的状况。所以呢，其实主任这边也一直都常常很支持我们把孩子送过来，因为其实同样都是天主教，就是都是天主保佑的教会的学校。那我们本身是天主教学校，那所以其实在整个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秉持着天主爱人的角色，然后给予同学们满满的爱。那我知道他们比一般的同学更需要支持，然后更需要关怀，所以呢，后面我们有3位毕业的校友，甚至还有1位已经回来继续当老师哈，等于是把天主的爱持续继续的关怀传播下去。那以上，谢谢大家。给毕业生的祝福与祷告，有请庄孝胜牧师。圣经咧讲到祝福这个字，伊原来的真正意思就是讲好话。咱的社会内当讲较侪好话，咱的生命会得到更多的激励。咱最好用这种的心来为着这毕业生来祷告，咱为了毕业生来祷告。想属人类有活命的上帝，我要为着这4个伫今年中间完成因国中这个阶段课业的每一个学生来祈祷，求天父上帝甲因开一条新的路，是一条新的门。求天父上帝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亲像圣经内底所讲，做囡仔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想法意念亲像囡仔。既然长大成人，就弃杀了囡仔的心思意念。求天顶的上帝，你将你所想属予人类各种的好、良善、光明、正义，放伫这个囡仔心上，互因会当判断是非，会当互因明白好歹，也会当互因对内在有管理家己的生命情绪，就是你的天使、你的圣神，甲因撒甲伫地。愿将这4个毕业的同学交伫你的手中，我要奉你的名来祝福因头前所行的路。无论拄到什么种的风影，求天顶的上帝保守照顾因，互因有上帝你的疼，亲像老母甲因举雨伞，甲因压扎。天顶的上帝祝福因，你的神踮伫因的内底，互因有智慧、聪明、佮判断、佮计划的能力，互因伫将来的人生会当展露出上帝你创造人类迄种的心意。互每一个人都会当成做一个特别独特的人。愿将这个囡仔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天父上帝带领，互因到因一生的路尾。愿安尼祈祷，我靠所有性命，阿门。上帝祝福你们。
大合照，请与会的来宾及全体的师生及家长，一起过来。好，我们请大家一位到前面，我们来拍一个大合照，请家长、各位老师、校长。然后等一下拍照完，后面我们有午餐，请你们留下来哦，哈。好。